新地有一间老厝准备要电起，想袂到施工单位甲厝拆到一半，煞停工。这建筑废弃物就拼伫现场，现场是真营业，而且无做安全措施。原来这施工单位也未申请通过，所以无多甲这个阿摩土角清掉，目前承诺要来食罚单。厝拆到一半，竟然停工，现场留落来未少的建筑废弃物，一透风就全营业。新竹市经国路二段附近。最近有一栋老仔厝当咧拆，毋那干那用简单的围栅隔开，拆对的废弃物就安尼拼在现场。2个礼拜有吧？是哦，他都一直维持这样子，都没有再继续动工吗？他前面没有，这个是这几天这样啊，之前没在拆。老板说好像要等到月底才是，月底才有人才会动工。那现在这个怎么办？原就是那房子是蛮盖的啊，那个。石头那些那个嘛，这边有那个灰尘啊。市府知影了，也派人到现场关心，针对无做好安全措施，除了会开罚单，建筑废弃物的部分，也要求工程人员暂时先用布棚甲盖起来，所来来进行追踪。他没有做相关的安全环境的卫生管制措施，这个是他违反的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，因为我们发现它的土方目前还在申请，它拆完其实要完成土方联单才能外运，所以我们有特别告诫起造人说，你如果这个没有完成联单有外运的话，那依照环保法令，就是我们会裁罚每一车次，不是全部，是每一车次就是6万到30万的罚款。市府提醒，一般进行拆除工程进前，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申请，无论是拆除的执照。也是相关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，以免受罚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